好，咁我哋都嚟睇詩個題啦，係啦，咁就係為什麼教育對提升中國嘅綜合國力係重要嘅？係啦，咁我可以參考資料啦，就你所知咧去解釋係啦你嘅答案啦。咁啊，教育點解對綜合國力嚟講係重要嘅呢？咁記唔記得綜合國力咧係分兩 part 㗎？一方面咧就係硬實力啦，係啦，另一方面咧就係軟實力嘅。係啦，咁硬實力咧就係睇得到、計得到嘅嘢嘛，有形嘅嘢嘛，咁所以咧通常指嘅係乜嘢咧？可以係經濟實力啦，係啦，經濟數字嘅嘢、錢銀嘅嘢，其實全部都有數得計噶嘛，係啦，咁啊一個地方嘅 GDP 高唔高啊？係啦，咁啊等等啦，生產總值啊，呢啲其實全部都係即係經濟嘅實力係計算得到嘛。咁除咗經濟之外，仲有啲咩咧？記得咧綜合國力入邊概念要有啦，科技啦。係一啲好實在嘅一啲技術啊、科技啊，無論係即係航天啊，或者係喺海啊等等咧，呢啲咁嘅技術嘅嘢咧，其實全部都係有數得計咯。咁除咗經濟科技啦，仲有就係有數得計嘅軍事力量啦。係咪有幾多個軍備啊？係啦，坦克啊、導彈啊等等等，全部都係一啲軍力嘅硬實力咯。咁除咗硬實力之外咧，另一方面就係軟實力啦，就係睇唔到、計算唔到，但係你知道佢嘅影響力嘅。咁通常容易啲理解同埋講嘅就係文化上面嘅軟實力啦，係咪咁啊？文化嘅影響力啦，咁啊除咗文化之外啦，就係一啲政治啦。係啦，政治係啦，或者係外交嘅影響力咯。係啦，咁啊，仲有一種咧，就係人民嘅素質。係啦，人民嘅素質咧，其實你冇數得計嘅，但係你知道咧，其實佢都係影響緊一個地方嘅一啲綜合國力啦。係啦，人民嘅素質究竟好唔好啊？咁所以教育其實都係即係推展緊即係人民嘅素質嘅係可以係啦。咁所以啦，咁啊見得到教育啦，係對中國嘅綜合國力係咪重要嗰陣時咧？咁一見到綜合國力，要諗起硬實力同埋軟實力啦。咁你記唔起呢幾個 points 嘅話，唔緊要，你都可以去睇翻個資料啦。因為通常資料入邊咧都有啲 hints 噶嘛，係咪？咁所以啦，佢話可以參考資料，咁就盡量去參考啦。咁你見得到教育係國家基石啦，國家富強點解？因為見唔見到啊繁榮嘅經濟咯，經濟呢個咪就係我哋所講嘅硬實力啦，係咪？咁另外啦，有昌盛嘅文化又係靠教育啦，係啦，咁呢個係軟實力啦，係啦，咁另外有強大嘅國防，係啦，咁呢個又係硬實力啦。係啦，咁啊一切都係靠教育嚟到去推展噶嘛，咁所以咧教育其實真係提升緊唔同方面嘅即係嘅綜合國力咯，係啦，咁啊呢度亦都有個科技見唔見到？係啦，咁所以咧其實又係講緊教育係推展緊唔同方面嘅綜合國力咯，咁全部都係提供緊唔同嘅人才啦。係啦，咁啊提供人才去到無論係經濟又好，係啦軍事又好，文化好，其實全部都係即係栽培緊唔同嘅人咯。係啦，咁所以係啦，專才教育又好啊，或者呢啲專門人才又好，其實全部都係靠教育去推薦咯。咁咧都可以望一望個 marking 嘅，係啦，咁樣你見得到啦，係啦，佢都有提到教育咧係可以提高即係人嘅一啲素質啦，係啦，咁啊尤其喺文化事業啦，咁頭先都有講到即係綜合國力入邊嘅軟實力啦，其中一範就係文化啊嘛，係咪？係啦，咁啊。係啦，咁啊教育係可以推薦一啲文化事業啊，咁啊即係唔單止可以保育啊文化產業啊等等啦、傳承啊等等，其實都係靠教育去維係咯。咁啊另外就係人嘅一啲質素嘅問題啦，咁啊義務教育好或者高等教育好，其實都係提供緊一啲人嘅啲素養啦、素質啊嘛，係啦，令到人口素質啦，係啦，同埋個生活水平係可以提升咯，係啦，咁呢個都係另一個嘅綜合嘅國力啦，係啦，人口嘅素質其實都係講緊軟實力嘅。係啦，咁啊，最後一個咧就係一啲專門嘅人才啦。呢啲專門人才咧，其實包括一啲科技，係啦，一啲技術啦，係啦，咁等等等等啦，咁啊，全部都係透過即係教育去栽培啦。咁呢個可以係屬於硬實力嘅一種咯。
係啦。咁當然啦，你話唔科技嘅話，你都可以講一啲經濟嘅人才啊，係啦，或者係一啲即係軍事啊，或者一啲國防嘅需要啊，提供呢一啲嘅人力啊。係啦，咁啊，其實都可以嘅，係啦，咁啊，視乎你用邊一個向度去講咯，係啦，咁但係記住要話翻俾人哋聽啊，我知道咩叫做綜合國力嘅，我大概知道咧，其實佢係分唔同嘅層面啦，硬實力、軟實力啊，係可以提升到唔同嘅即係無論係文化嘅軟實力又好啊，人嘅素質又好，或者係硬實力嘅軍事啊、科技啊等等啦，係啦，都係可以提升，而呢啲咧全部都係靠教育啦，去即係做得到咯，係啦，就係咁樣啦。咁所以可以 refer 翻即係嗰條題目啦，係啦，點解教育對中國嘅綜合國力係重要呢？